今日是6月7，这香港反送中嘛拄好满5冬啊。香港变社青年等相关团体是举办香港自由6月游行，希望台湾人会当继续关心香港的局势。不过可能是受到今年3月香港政府搁创一个基本法23条立法出来，今年参加的人数就较少。 光反港，喺大北街路也捍衛民主大港動行標語，因為7.9是香港反送中運動5週年，特大香港團體舉辦香港自由6月遊行，呼籲台灣人繼續關注香港情勢。香港的朋友，或者是對於在台灣本身會支持香港議題的朋友，其實也是對他們來說會造成一個很大的風險。的重點都不是就是來的人數，而其實真的是把一個聲音就是傳達出去才是真正重要的。香港變社青年指出，今年參加人數差不多600人，比以前較少。推出是因為今年3月香港完成基本法23條立法，明定高度對危害國安行為，想要讓香港人點點。不過也是有來台灣觀光的香港旅客來參加。就是沒有機會再做類似遊行，我想趁這個機會好好的運用它。之前剛好用港版國安法起訴47個民主派人士第一批判決出來，14人判有罪。現場觀眾提出因每一個相片的布條相關，對台灣香港藝術家辦做自由旅行，希望台灣繼續重視中國威脅。一定要關注，不可以只看自己的事，因為我們都是受中共打壓的，所以我們必須要串聯。 成為反抗的共同體。為什麼要關注？因為你看到香港，就給我們一個警惕，我們要不要接受中國的恐嚇跟威脅？因為香港決定今年5月對反送中歌曲，原言講為香港原臨時禁制令，加做禁歌。遊行上尾，大家鬥陣唱歌，表達因路線流亡世界各地，依然堅持抗爭、希望自由民主的聲音。記者綜合報道。